娛樂圈的鎂光燈從來都是殘酷的，它能在一夜之間將一個人捧上神壇，也能用最刁鑽的角度，將某個微不足道的細節無限放大，變成釘在恥辱柱上的標籤。張凌克這個名字在近2年迅速竄紅，伴隨而來的卻是一個略帶戲謔，甚至有些輕蔑的稱號巨嬰。一切源自於一組流傳甚廣的片場照片，畫面裏以20多歲、身形挺拔的他，身旁跟着年邁的母親，手中提着保溫壺和精緻的餐盒，在人群縫隙中尋找着空隙，只為讓兒子能吃上一口熱乎的家常飯。於是評論區炸開了鍋，鍵盤俠們的狂歡拉開序幕。這麼大了還離不開嗎？娛樂圈新晉媽寶男，沒斷奶的巨嬰等嘲諷鋪天蓋地，每一句都像碎了毒的針，精準地刺向這個剛在演藝圈站穩腳跟的年輕人。人們似乎急於用一個簡單的標籤，將一個複雜的個體粗暴歸類，以滿足自身某種居高臨下的優越感，卻鮮少有人願意繞過那些刺眼的字眼，去看一看標籤背後可能隱藏的真實機理。那場席捲全網的嘲諷來得猛烈而持久，甚至在他本人和團隊選擇沉默應對後，越演越烈，成為了某種網絡狂歡的燃料。但時間是最誠實的見證者，它會像河流沖刷泥沙一樣，最終顯露出河床上真正的石頭。那個被反覆觀看、反覆調侃的轉身瞬間，在一次非公開的劇組探班記錄裏被偶然捕捉，隨後悄然發酵。那條影片的畫質不算清晰，鏡頭搖晃，顯然是工作人員的隨手記錄。畫面中，張凌克剛結束一場情緒消耗極大的重頭戲，臉上還殘留着角色的痛苦與掙扎，妝容有些花了，眼神裏的疲憊幾乎要溢出熒幕。他徑直走向等候區的母親，沒有擁抱，沒有話語，只是沉默地接過那個洗得有些褪色的深藍色保溫袋。就在他轉身準備回到休息車的那個剎那，鏡頭不經意間掃過他的側臉，一種極其細微卻足以撼動人心的表情變化，如同石子投入平靜湖面，瞬間在他臉上蕩漾開來。那絕非尋常母子相聚時會有的輕鬆或依賴，而是一種超越了親情範疇的近乎神聖的凝重與敬畏，仿佛他接過的不是一頓飯，而是某種需要用生命去承接的重量。他低頭看了一眼手中的袋子，那動作裏有虔誠，嘴唇微微顫動了一下，似乎在無聲地念着什麼。隨後轉身，那挺拔的背影在那一刻竟顯得有些高，像是背負了太多不為人知的秘密。網絡的記憶雖然短暫，但對於真正觸動人心的畫面，卻總有細心的人願意按下暫停鍵，一幀一幀地放大解讀。那些曾經叫囂得最厲害的聲音，在這條影片面前，第一次出現了動搖和猶疑，一種隱隱的不安開始在原本統一的嘲諷陣營裏蔓延。人們隱約感覺到，那看似簡單的送飯行為之下，恐怕埋藏着一個被所有人忽略的巨大真相。這個真相的脈絡，需要沿着張凌克這6年來起伏跌宕的演藝足跡，才能慢慢梳理清晰。一切要從他非科班出身的身份說起。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畢業的高材生，頂着學霸光環誤打誤撞進入演藝圈，這本身就是一個充滿戲劇性的開端。初期，他憑藉出眾的外形條件獲得了不少關注，但在演技至上的殘酷行業裏，顏值既是敲門磚，也是雙刃劍。很快，關於他木頭美人、AI 演技的批評聲浪，幾乎要將這個新人吞噬。那段日子是他職業生涯最寒冷的冬季，試鏡屢屢碰壁，即便有幸拿到角色，也多是戲份不多的配角，在片場角落裏等待屬於自己的那幾個鏡頭，更多的時間是觀察前輩表演，在心裏反覆揣摩。外界看不到的是，每一次他出現在公眾場合時，那略顯僵硬的表情和笨拙的應對，並非源於所謂的高冷或不敬業，而是源於一個頂尖學府畢業生對於自身非專業身份的深刻自卑，以及面對巨大名利場時本能的不適應與局促。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他那看似平凡的父母，尤其是母親，做出了一個在旁人眼中近乎不可理喻的決定。他們變賣了老家安陽的房產，放棄了穩定安逸的退休生活，
母親更是提前辦理了內退。兩位年過半百的老人，如同遷徙的候鳥一般，義無反顧地跟着兒子的工作行程，開始了飄泊不定的跟組生涯。他們從不在兒子拍戲時打擾，總是在劇組駐地附近租住最便宜的出租屋。母親每日裏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去菜市場挑選最新鮮的食材，回到狹小的出租屋裏，用帶來的舊砂鍋慢火細燉，或是炒上幾個兒子打小就愛吃的家常菜，然後仔細裝進保溫桶，算準了兒子放飯或是轉場的間隙，悄悄送到片場，放下就走，從不多停留一秒。在外人看來，這是過度的溺愛，是父母對成年子女沒有邊界的掌控。但在張凌克心裏，那每週幾次準時出現在片場角落的熟悉身影，那保溫袋裏永遠溫熱的飯菜，是在那片讓他充滿自我懷疑和巨大壓力的冰冷戰場上，唯一能確認自己來處，確認自己被無條件愛着的溫暖燈塔。然而，生活的劇本往往比戲劇更加殘酷。當張凌克的事業終於因為某部古裝劇的意外爆紅而迎來轉機，他開始有了選擇劇本的權利，開始能在主角的位置上發光發熱時，命運的重錘卻毫無徵兆地砸了下來。在某個通宵達場戲結束後的清晨，他照例打開母親送來的保溫桶，卻在桶底發現了一張被菜汁浸染得有些模糊的紙條，上面是父親顫抖而潦草的字跡。媽最近身體有點累，我陪她去醫院看了看，你別擔心，專心拍戲，老毛病了。飯要按時吃，你為不好。那一刻，張凌克拿着紙條的手開始不自覺地顫抖，一種巨大的，幾乎要將他吞沒的不安感瞬間擱住了他。他瘋狂地撥打父母的手機，電話那頭父親的聲音聽起來刻意鎮定，但作為兒子，他太熟悉那種極力掩飾下的慌亂了。他當即向劇組請了假，飛奔回父母租住的地方。推開門的瞬間，看到的是母親蒼白着臉躺在床上，父親坐在床邊，手裏攢着一沓厚厚的檢查報告，老淚縱橫。診斷書上惡性腫瘤幾個字像烙鐵一樣燙進他的眼底。那一刻，他世界裏的某種堅固的東西轟然倒塌了。他這才知道，母親的老毛病其實早在2年前就已經確診，只是為了不影響他正處於上升期的演藝事業，為了能讓他心無旁騖地拍好那部改變命運的戲，父母聯手對他隱瞞了一切。母親拖着病體，依然堅持着為他送飯，有時化療後的副作用讓他渾身乏力，嘔吐不止，但他會在出租屋裏休息片刻，強撐着打起精神，用圍巾遮住因治療而日漸稀疏的頭髮，將蒼白的嘴唇塗上一點口紅，只為在兒子面前不露絲毫破綻。每一次那些看似尋常的送飯，對母親而言，都是一場與病魔爭奪時間的艱難而偉大的戰役，是他在生命燭火搖曳之際，傾盡全力為兒子點亮的最後一束光。那些飯菜裏，不只是鹽和油的味道，更是一個母親在用自己的生命餘燼，為兒子煲煮的關於活下去與堅持下去的信念。真相大白的那一刻，張凌克沒有痛哭，他表現出超乎年齡的冷靜，那是一種物理系學生在面對複雜方程時慣有的理性思維。他迅速中斷了所有非必要的工作安排，推掉了幾個極具誘惑力的劇本和商業活動，將母親接到北京最好的腫瘤醫院，聯繫了國內外頂尖的專家會診。治療的過程是漫長而痛苦的，母親的病情時好時壞，每一次化療都是一次從鬼門關前的掙扎。而在這段至暗時刻，張凌克的父親，那個一直沉默寡言、站在母親身後的男人，成為了整個家庭最堅實的承重牆。他扛起了所有與醫院對接、與醫生溝通、照顧老伴日常起居的繁重任務，同時還要時時安撫兒子焦慮的情緒。也正是在這樣不堪重負的處境下，父親偶爾會在送飯的保溫袋裏塞進一張寫給兒子的鼓勵紙條，那些歪歪扭扭卻力度千鈞的字跡，是這個不善言辭的男人唯一能為兒子遞送的精神上的補給線。張凌克在醫院走廊的白熾燈下讀着父親寫的兒，你是我們的驕傲，挺住，天塌下來有疤頂着，
那些來自於最樸素勞動人民的，甚至帶着錯別字的語句，卻比任何精妙的台詞都更具有穿透靈魂的力量。他終於讀懂了那保溫袋裏的終極密碼，那裏裝的不再是單純的飯菜，而是一個家庭在面對滅頂之災時，用愛與責任熔鑄而成的，可以對抗整個世界惡意的諾亞方舟。網絡上的風向總是在真相浮出水面後，經歷一場戲劇性的逆轉。當有媒體跟進了張凌克母親的病情，並結合此前被嘲笑媽寶的種種細節，將這6年來父母跟早送飯背後的故事完整鋪陳開時，那些曾經嘲笑得最歡快的 ID 開始在評論區裏排着隊道歉。人們後知後覺地恍然大悟，那每一次看似離不開媽的送飯場景，背後都隱藏着一個兒子如何小心翼翼地守護着母親最後的尊嚴與希望，如何在片場的強光與歡聲笑語中，將內心對母親病情的巨大恐懼與憂慮，硬生生壓制在一個若無其事的微笑之下。他用一個媽寶男的靶子，吸引了所有惡意的火力，只為保護那個身患重病，卻依然要為兒子送上最後一口熱湯的母親，不被外界窺見他的脆弱與痛苦。那個轉身瞬間的凝重表情，此刻被賦予了全新的、令人心碎的含義。那不是對母親的依賴，而是一個兒子在確認，他從母親手中接過的，是他用病弱之軀為他抵擋了2年風雨後，依然在燃燒的生命薪火。接下來的時光，張凌克的演藝事業並未因此停滯，反而因為這場磨難，他的表現開始有了截然不同的質感。或許是親身經歷了生離死別的恐懼與掙扎，他身上原本那種因優秀而產生的距離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沉澱下來的、充滿煙火氣的柔和。他開始能夠駕馭更複雜、更具深度的人物，在鏡頭前，他的眼神裏有了故事，有了那種歷經千帆後的滄桑與慈悲。人們驚訝地發現，那個曾被嘲笑為 AI 演技的年輕人，如今僅憑一個眼神的微妙變化，就能讓觀眾感受到角色內心洶湧的波濤。他在劇組變得更加沉默，但這種沉默不再是因自卑而產生的局促，而是一種因為懂得了生命重量而自然生成的內斂與專注。他會在拍戲間隙獨自一人坐在角落，對着手機熒幕，那是父親發來的母親今日的化療情況和飲食記錄，有時只是一張母親對着鏡頭勉強微笑的照片，就能讓他獲得對抗接下來高強度拍攝的全部能量。他將自己片酬的大部分都投入到了母親的治療中，同時也開始低調地資助一些癌症研究和患者援助項目。他從不拿這些事情進行宣傳，在他看來，這只是他在理解了父母那份送命式的付出後，自然生成的對生命本身的敬畏與回歸。而他的父母在病情趨於穩定後，依然沒有停止送飯的傳統。母親的身體雖然大不如前，但他依然會在身體允許的時候，親手為兒子煮上一碗他從小喝到大的番茄蛋花湯。父親則依然充當着沉默而忠誠的運輸大隊長。只是現在，劇組的工作人員在看到那位白髮蒼蒼、身形高的老人提着保溫袋出現時，眼神裏不再是好奇或輕視，而是充滿了敬意與感動。他們會主動為老人讓路，會悄悄告訴張凌克阿姨來了，會在看到張凌克迎上去接過袋子時，默契地轉開視線，將那珍貴的只屬於他們一家3口的片刻安寧，完完整整地歸還給他們。有時張凌克會在接過飯菜的當下，當着全劇組的面，打開保溫桶，大口大口地吃起來，吃得眼眶泛紅，卻笑着對母親說：媽，今天的排骨燉得真爛，好吃。那一刻，片場的喧囂仿佛都靜止了，所有人都明白，他咽下的不只是飯菜，而是母親用生命最後的燦爛為他燃燒的名為家的煙火。6年2000多個日夜，從被全網群嘲的巨嬰，到如今被公眾重新審視與理解的孝子，張凌克用他的人生軌跡，為那個被嘲笑沒斷奶的標題，寫下了一份太過沉重也過於深刻的回答。那些保溫袋裏裝的，從始至終就不是為了滿足口腹之欲的食物，而是當一個人在名利場的驚濤駭浪中即將溺斃時，父母用自己的身軀和餘生，
為他搭建起來的最後的浮木與港灣。那每一次的轉身，他接過的都是一份隨時可能因為母親病情惡化而中斷的倒計時的生命契約。如今，當他在頒獎典禮上獲得演技認可，當他站在萬人矚目的舞台中央，聚光燈打在他溫潤而堅定的臉上，他總會下意識地望向台下某個不顯眼的角落。那裡，他的父親正陪着身體日漸康復的母親，安靜地坐着。母親的手裡或許還挾着一條為他擦汗的舊手帕。他會在獲獎感言的最後，用最平靜的語氣說：謝謝我的爸爸媽媽，他們教會我，人生最難的角色，不是戲裡的任何一個，而是做好他們的兒子。這句話讓曾經所有嘲諷沒斷奶的聲音瞬間失語，也讓那些終於讀懂故事全貌的人們在熒幕前濕了眼眶，因為他們終於明白，這世上有些依賴遠遠超越了世俗的評判標準，它是一個生命對另一個生命的最高致敬，是子女在父母用愛鋪就的歸途上每一步都踏實的回響。那個曾經被誤解的背影，如今成為了這個浮躁時代裡關於親情與責任最雋永也最深刻的注腳。他安靜地立在那裡，告訴每一個人，真正的長大從來不是切斷與父母的臍帶，而是當你意識到那根臍帶輸送的從來不是營養，而是父母為你割捨的生命本身時，你能夠穩穩地接住，然後帶着那份沉甸甸的饋贈，更加勇敢，也更加溫柔地走向屬於你自己的遠方。